北中南通勤月票伫昨头一天启用，因为拄好是拜六，车头捷运较无像平常时遐尼济人。不过台北捷运伫顶半部嘛有到4万外条使用通勤月票的记录，代替昨到下晡5点嘛已经有14000外人使用。要买那个1200，我不要买，对，因为我觉得要扣掉手续费。T-Pass 通勤月票正式实施头一天，真侪旅客到台北捷运的询问处摕到进前上报1280块的月票，国家最新的通勤月票排队的人明显比以往较多。看起来是按照比例退，但是我其实只有昨天用一天，刚刚看它好像是剩1238吧，所以应该是一天其实还蛮贵。它可能我算了一下，按比例它可能有在加手续费。因为我常常要做，所以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台北捷运公司观察，新月票实施头一天，各车站的人甲平常时的假日是差不多。有计7月300亿，才有法度观察到一般通勤族的使用状况，也呼吁民众会使多多利用这2天假日人较少的时阵来买票，也是加值。我们预估在7月3号第一天的上班日会有比较大的人潮，那我们在这边也呼吁所有的旅客民众可以利用这2天的周末假期提早购票。拄着休热头一天，代替台北车站早起出现真侪出来佚佗的人，只使用 T-Pass 通勤月票，伫代替原只有一个10万的在感应，西讲拜一代替的正式面临真侪通勤族要过只有一个10万的考验。刚开始民众跟一般的电子票证的旅客一定会稍微会混杂，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人员来做这一方面的引导。代替提醒 T-Pass 通勤月票才能使用伫区间列车、去公府，也有巨型的自强府。北中南3大生活区，因为是无同的大众运具搭配，也有使用的区间，若是跨区就无优惠，提醒旅客爱注意所在区间。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卖予民众高小小的镜头，就走去大病院。健保署为昨开始调整门诊急诊的部分负担的金额，即马起医学中心的急诊上济会当收到750块，病院的急诊嘛会当收到400块。那基层的诊所是维持收150块。因应新冠疫情，然后1年外实施的健保部分负担新制7月7日正式实施，各大医疗院所拢打广告，互民众了解上新收费标准。新制内底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门诊优惠收取上限调整为300块，急诊部分负担医学中心起到750块，区域病院400块，地区病院甲基层诊所是上管150块。那我就是说，增加那一点点的钱，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我听说好像健保局这一方面好像亏钱亏很多，这个应该是还没问题啦，还 OK 啦。这一次调整的时候比较复杂，特别是对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者，那么在调整的时候是予以保障，不调整的，所以跟过去大家同步调涨的情形不同。健保署强调，为了保障弱势族群，现行法定免部分负担的民众，也有原本由其他单位补助的对象，拢无受到影响。例如医疗院所试算，新制实施了后，受影响民众其实占的比率是无大。受到影响的人，事实上来讲，就是主要药费在1000块到1500块之间的人，要多付100块的药费。而这样的人数，其实在我们的就医的门诊的人数里面，大概只占了14% 左右。新制度实施头一天，各医疗单位正常运作。健保署讲，这摆部分负担伫基层甲地区诊所拢无变动，就是希望落实大病到大病院去看，小病到诊所去看这款的分级医疗，希望让医疗的资源运用更加精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各项农庄咧变贵，昨有侪餐饮业者嘛宣布要搁加收钱，亲像连锁的餐厅春水堂，伫店内现者嘛开始爱收10%服务费。凉水店清源全面起价5块，若四海优良的水饺一粒嘛爱加半块。蒸饺落鼎落去蒸，看起来真好食，也毋过连锁业者四海优良，卖卡的原物料一直起价，宣布7月1日开始起价。像鸡肉跟猪肉，这个的涨幅跟去年同期比的话，涨幅有的比重到15%到50%都有。以招牌口味为例，蒸饺一粒6块变做6块半，水饺对6块半起到7块，每一粒贵5角。只要是拌毛里顶顶也同款，部分小菜也起价5块。离同一天发起的也有连锁的茶饮店春水堂，靠珍珠奶茶拍出名声。春水堂去年就对部分的品项来调原介绍，这阵官方网站佮公告7月1日开始，内容会收10%服务费。
另外推出芋圆、蚵仔饮品店清源，7月起，宜兰甲中南部多间分店，关闭的名地也起5块。原物料其实它是慢慢涨，可能果汁涨了，然后变成糖也涨了，然后变成豆类也涨了，然后后续它就是全部都调涨。清源早在6月7日就对台北、新北、基隆、桃园这9县市多间分店有1倍起价，过1个月，搁再有71间门市刷来起价。餐饮业1日起，就连学校营养午餐也团准备起价。今年算是水淹到鼻子了啦，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业者一定会跟学校做讨论，那看是不是可以去因应物条去调整午餐的价格。对112学年度开始，新北市有计大约60间学校，每一顿起5块。团产业者坦白讲，部分无起价学校也可能减少副餐的供应，来面对这个通货膨胀时代1日起的物价。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去年的交通事故增加52万外件，用掉健保66亿5千万。专家就建议讲，重大车祸健保代为求偿的标准应该降到5万。另外，强制险的金额嘛应该提悬。不过，健保署认为，这安尼其实对健保的帮助无大。再来是自由时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中情局的局长伫咧瓦格纳发动叛乱进前，有偷偷去乌克兰拜访总统泽伦斯基。乌克兰这边嘛表示，因有信心伫咧秋天结束进前，甲大部分的领土抢回来，逼罗西亚来甲因谈判。落尾是联合报，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米利表示，目前无中国打算决定伫咧2027拍台湾现象。不过，嘛要确保因逐工拢认为无适合来开战，所以美军就要加速推动现代化，来吓中国唔敢拍台湾。再来看法国17岁非洲的少年家互警方甲枪杀，引发各地头的示威抗议乱吵吵。即马真侪店面，亲像连锁的麦当劳，嘛出现互人破坏抢劫的问题。法国的总理已经召开会议来讨论对策。17岁非裔少年伫巴黎西区南泰尔互警方枪杀的事件，抗议怒火继续炭烧。30晡暝啊，南部马赛有大批亡命的民众，连续第2天同齐上街，随机攻击汽车，佮沿路放火。商店也受到牵连，门窗互破坏，商品互抢走，有一间庆记商店互抢走武器，社区就像陷入无政府状态。位伫法国东部的圣特拉斯堡，是传出苹果手机店，互人弹石头弄入去，现场保全警铃声响起来。巴黎南方克雷泰伊有一间麦当劳，也有同款的遭遇，民众提棍仔讲嘴玻璃。电报警察到现场了后，现场民众随即就散了。抗议正伫第4暗，一路为巴黎郊区一直拖到全国。参加的人大多数是少年族群。法国内政部隆重派出45000名警力，也毋过犹原挡袂了失控的民众。到拜五为止，200多名警力受伤，超过2000台汽车毁损。放火事件约4000件，有约500栋厝受损。今仔拜五一暗，警方就逮捕至少875人。法国总理30号伫巴黎调集15名跨部会部长，甲发生暴动的城镇首长召开临时会议，合来发生少年防弹事的南泰尔市长，呼吁政府爱听无工作的民意。其他首长表示，上要紧的就是平息民怨。qui les utilisent. Donc voilà, il faut faire passer des messages. C'est pas facile, c'est long, mais on sait bien que pour sortir d'une crise, il n'y a pas de baguette magique. C'est, je crois, la persuasion. Il faut de l'humanité, de l'humain, et c'est pour ça d'ailleurs que le rôle des services publics est. 内政部也第30日下令巴士甲铁路等大众运输服务暂停暗时营运，避免加做民众攻击目标，也呼吁社群媒体自律，唔通散布甲暴动相关的影片信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镜头转来看国内，代表国民党要选总统的侯友宜，总是头一摆甲韩国瑜共台。针对人咧质疑讲，顶届选战无全力来甲韩国瑜拼副选，侯友宜嘛讲，伊甲即个假释记掉咧反省。那民进党的赖清德进前针对新北市用药案件的言论，互侯友宜的阵营讲要提告
赖清德并无正面回应。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总算同台，营造南亚大团结。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在伊举办64周年会庆，包括侯友宜、韩国瑜党主席朱立伦等人，拢得邀请参加。这也是侯友宜获提名了后头一摆，甲韩国瑜合体。侯友宜也针对过去7期无全力辅选，讲互韩国瑜信心真忝。我们都要不断的去醒思，怎么把它做得更好，才不会在上一次的战役里面让韩国瑜也身心俱疲，也立即希望把它赢回来，但是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们一定要记起这样一个教训，不断地反思检讨。值得那信号一响，值得那信号一亮，我们就将会打一场轰轰烈烈的胜仗，好不好？好。韩国瑜发声用选票保护中华民国，也过无清脆讲出支持侯友宜，那也大团结红旗旗。朱立伦讲，韩国瑜是忠诚的党员，全力支持侯友宜甲党籍地位参选人。也毋过侯友宜的民调无较好，互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独立参选的声音愈来愈大。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认为，郭台铭被加做历史罪人。这一类的传言我们都认为是姑且听之，最重要，大家最后还是能够团结在一起。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到屏东参加屏东胜赖台湾奥运会的胜利大会，现场出现真侪支持的民众，也毋过赖清德访问到侯友宜电影针对持有案风波提过的代志是无回应。我们要求你道歉，不然就要提告，你怎么看？赖清德指出，民进党执政7年来的政绩，像青少年失业率明显下降，尤其顶贴等等。伊强调，这个福利政策有一寡是伊担任行政院长的时许可，未来若会当当选总统，一定会延续。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地是前往台南，详细听导览，外界关注郭文地到郭台铭见面临时取消。本来是有约定见面的，结果那个媒体一出来说什么郭台铭要并购台湾民众党，大家想想算了，这个时候先不要见面了。郭文地证实，两个人本来要见面，可传出所谓的郭台铭想要并购民众党的风声，反而时机受过敏感，决定延后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云林，即马嘛出现本土的天狗热，是一对住伫咧高坑翁仔某大型确诊，卫生局扩大体检，又搁验到2例天狗热，今仔日会搁加设快筛站。云林自从2015年以来，搁再出现本土的天狗热，县府虽成立应变中心，有设快筛站，搁有做环境的消毒。县府嘛提醒民众，若是唔配合消毒，相当会当罚价30万块。啊，若是有出现发烧、起粒啊，即寡天狗热的镜头，嘛要赶紧就医通报。昨拜六，学生又搁开始歇热咯。全台湾有真侪景点，人真是拢吵。要去小琉球的船帮拢总客满，有上万人去遐佚佗。另外，高雄的科工局、科工馆嘛有真侪民众去遐咧排队来看强势的展览。排队的人一路对坐船的所在排到外口，船公司员工是继续唱呼，爱民众注意所在船班。早起屏东东港来往小琉球的船班，因讲是逐班拢客满，因为拜六是高中节以下学生休热头一天，加上拄到头一个拜六，真侪旅客早就排好要来度假。放暑假嘛，计划多久了？这个行程？3个礼拜。因疏散人潮，我们会机动加开，大概每20分钟到30分钟就一班船，那人满就开。小琉球有名的景点，当地特产店也出现真侪人客。当地业者有讲，敢若是拜六一天，就可能会来上万的旅客。7月前2礼拜，当地民宿订房率已经超过5成。最近的订房率应该是5、6成，是基本的量数应该都有出来啊。人潮目前看起来订房率比较活跃的是在这前半个月。高雄市早起就民众到科工馆排队要看展览。我们会避开这些地方，我们就是尽量避开，选择人比较没那么多了。其实我主要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于害怕这些什么神鬼将士之类的。排队排真长，对入口所在一路一直排出去。6月底展出的强势展览，会一路展览到8月底休热结束，甚至看到农历的7月。要家长趁机会对囡仔机会教育，规身的团员免伤过惊吓，希望囡仔休热有更加多丰富多元的学习。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又搁传出有一只台湾乌熊去踏着山低调，加在当地居民赶紧通报来救援。不过，就专家咧烦恼讲，无2个月就3件乌熊受困的通报，
恐惊是有愈侪动物去踏到陷阱，拢无互人通报抢救。专家嘛呼吁讲，伫咧国家公园甲保护区内，应该全面禁止使用，删除掉一寡陷阱。众人赶紧将乌熊为套着的锁脱困，随即合力将伊送落山，进行后续的医疗。这只体重80公斤的成年乌熊，6月30日，伫台东红石林道，方发现互锁套掉的。海端乡坎顶村民赶紧通报林务局，启动救援机制。因为我们辅导单位、林管处他们都有教导我们这个，如果有碰到像我妈妈他们也有告诉我们，有碰到就是第一个就是通报。医疗团队初步发现，这只乌熊倒病头前的脚原本就已经断掌，即摆也是这个所在互锁缩到，佫有发炎的状况。现场随处理了后，会送往动物收容中心观察详细变化，复原了后会量查野放。那这也是林务局为去年9月开始推动乌熊生态服务给付方案了后，参与部落的通报头一个。主要的工作是对于当地。野生动物资源的监测，还有黑熊栖地的维护工作。那今天刚好是参与计划的2位族人前往现场。最近就连续有3件发现乌熊的通报。1个多月前，一只2岁大的台湾乌熊伫花莲倒溪乡一块地园，互锁套着受困获救。6月10日伫当地进行野放。那伫台东建和部落也有民众发现有乌熊破坏芳香甲炊食分野，隔离山脚民家处只有3公里。专家表示，反而也有真侪受困的乌所无通报。大概有一半吧，出现在果园或者部落附近。果园其实 case 也没那么多，很多是出现在原保地，那甚至是森林里面。到底还有多少黑树在很深山的地方而没有被发现？这其实是我们其实关切的。黄理事表示，民众通报的往往拢是人会当到的所在，但可恐惊也有更较侪案例无法发现。为了减少类似的案件，应该渐进式的伫国家公园甲保护区禁用套索。记者综合报道。2021年综合所得税伫新竹市东区的关心里，平均所得有到374万7，连续4档排全台第1名。而且规个新竹市平均所得嘛有152万，同款是全台上济。隔壁的新竹县平均嘛赚有到139万5，头一摆超过台北市，排伫咧全台第2名。来到全台所得上悬的新竹市关心里，看到一栋一栋新起的大楼，毋但附近生活机能好，各公园会当散步运动，而且这里新竹科学园区。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都是在园区工作的竹科的新贵嘛。那疫情期间，其实各行各业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可是大家也知道，因为疫情期间，晶片啊、科技业这个是一枝独秀，反而是逆势上扬。所以我在想，应该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其实疫情反而园区工作的这些上班族的薪资反而是逆向成长，而且是大幅成长。根据财政部所公布去年所得税结果。住在这的人平均所得374.7万，而且已经连续4档全台上好野。若是以各县市来比，新竹市平均152万，同款全台第1。新竹县以139.5万，头一摆超过台北市。里上啊，大部分还是以外来的人口要居多。那这些外来移入的这个住户，大多数都是在科学园区。这个就职，这近几年台积电在宝山乡竹科征收140公顷，进入了3奈米以及2奈米的制程厂，让我们宝山乡目前是蓬勃的发展。虽然平均所得是全台第1，不过关心里的厝价也是无俗，去年的厝价已经比前一年起要挖3成，目前平均一平已经要挖50万。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台北市的自来水园区，前一个拜6礼拜，学生囡仔开始歇热，有举办台北亲水节活动，会使互因免费去耍水。另外嘛，因为今年防疫解封，歇热期间，全台湾嘛有举办真侪台语的夏令营，会使互学生囡仔去参加，咱做回来了解。
烧热的天气，大人囡仔做阵欢喜耍水，这是台北市自来水园区举办的台北亲水节。7月初1、初2两天开放民众免费入场耍水，真侪家长趁休热头一天就带囡仔来耍。我就想讲，趁放假的时阵带因做伙来安尼。你最喜欢什么设施？那个黄色的吧。为什么？因为会喷水。不好玩，为什么？因为我怕水。学生囡仔开始休热，时间有2个月才长，为着让囡仔袂无聊，有家长安排课程，也有家长讲要趁休热，让囡仔参加休热的营队。会当到外口佚佗安尼较好，唔免亲像伫学校规工拢伫教室内底安尼。休热期间，5花10色的夏令营活动真多。台湾为北到南嘛有侪台语相关的营队通参加，亲像师大、长老教会、剧团拢有伫台北市举办台语休热营队，新北市也有营队，带囡仔用台语认捌深坑。新竹嘛有营队，互囡仔体验台语戏剧。也若行到中南部，彰化甲台南也有营队，互囡仔认捌台语文的水。也是行到户外，哪讲木球，哪讲台语。前几年因为疫情，囡仔休热拢乖踮伫咧厝内。今年疫情解封了后，囡仔头一个长假，要安怎替囡仔安排活动，好好利用？真侪家长已经开始咧思考，伤脑筋。记者郭明春由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搁有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